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3月21日，箴言28章20節安尼講：信實的人要得到濟濟福氣，想要緊緊發財的，袂免得受刑罰。三個來祈禱，愛願做信實的人來得福氣的天父，願感謝你，主啊！你是對過去到現在，對現在直到將來，永遠無變化，永遠無改變的真神上帝。主啊，你掌管萬有，照顧萬類，也祝福全世間人。互阮的每一天，攏佇你的恩典中來活，也互阮經歷奇妙的引帶。我要感謝你無煞。主啊，你是信實的上帝，你對阮的應允永無改變。阮要懇求你，使阮親像你有信實的心，互阮佇言語上誠實，佇行為上正直，互阮對你有忠心。主啊，因為信實的人要得到濟濟福氣，想要緊發財的，袂免得受刑罰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